新闻一开始，咱赶紧来关心方面到位。对昨昏要开始，就单雷公落大雨。那今日早起，气象局是针对西半部大部分的县市发布大雨甚至大水雨特报。那伫苗栗的山区，各有超大水雨特报。早起的雨水拢是集中伫中部以北较济，也毋过即马方面已经豆豆向南平刷，下晡开始往南部会落大雨。方面通过台湾带来雨水，台湾各地头的民众拢真有感觉，尤其伫早时中部以北上明显。针对台湾西半边的大部分县市，气象局也发布大雨，也有大水雨特报，甚至伫苗栗的山区，阁发布超大水雨特报。中部以北到东北部的这一带呢，累计的量值呢，局部都是有来到50毫米以上。那甚至呢，我们在新竹、苗栗，还有在台中、彰化这边呢，则是降雨最明显的地方。中南部的这一带，未来的在今天白天的趋势呢，会是有一些逐渐增大的情况哦。那这样子的雨势呢，大致会持续在今天的白天一直到晚间左右。那晚间以后呢，整体的降雨会逐渐的减缓。雨水当咧豆豆往南部去，南部下半天就会明显有雨。针对中南部酷旱的状况，气象局表示，虽然下晡雨水就会到位，但是一摆春雨可能要是真好完全解决酷旱。鲤鱼潭水库受益最大，大概可以回应500多万吨。目前枯水期状态下的这个中部以北的地区，是带来的非常好的这个解渴的效果。南部地区水库主要的集水区只有零星的降雨，还没有比较足以令人振奋的降雨量。气象局估计21方面就会豆豆离开，各地会有局部阵雨，春中南部甲花莲台东半暝啊可能有大雨。另外，25受到另一波方面甲东北季风的影响，会阁开始有雨。也若伫关岛东边的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，气象局表示，24点钟以内有机会变做轻度风台，但是对台湾袂有影响。记者郭兆水台北报道。